嘛是甲疫情有关系消息，因为边境解封来台湾的外国人，敢会愈来愈多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将会甲专家小组讨论，未来规划来台湾的外国人，伫居家检疫14天后，爱搁另外家己开钱做检验，安尼好社会大众比较较安心。当然，为咱的社区呢，会使加一定的保护。是讲国内医师嘛强调讲，你加一摆采验当然是好代志，不过一定要提悬伊检测的准确度，这个采检才有意义。 台湾的边境管制规半冬，但是经济和商务的交流嘛是爱有。为着让社区更较安全，指挥中心要规划外籍人士来台湾居家检疫14天了后，爱搁加一个检验，而且是自费。有些外籍人士因为生活习惯跟国人不同，包括他可能不习惯戴口罩，那另外可能他们在台湾的就医可能也不是那么清楚方便，内部会先做一个规划。 加一个检验，就加一个方号，当然就要加开一撮钱。以即摆费用来看，一摆检验大概是5000块到1万块左右。病毒进台湾的可能性把它再次降低。上飞机前一天被感染了，他潜伏期8天，所以他在台湾第7天发病，可是完全没症状，但他可以传染10天，所以他在第14天就出去了。 他至少还有4、5天的传染期啊，所以你如果最后不验，一定会漏人的。但是，同款都是对国外入境台湾，那呢，台湾人入境的时阵，敢要体检？本国从国外回来的，其实理论上你也应该要去筛检它。如果我们的量能不能全部吃下来的话呢，就找最危险的先做嘛。另外一方面，引入或者是开发更加精确的检测器材，嘛真重要，才袂互假阳性甲假阴性来扰乱。